针这个性骚扰的问题，前立委陈柏惟和吕志刚压了讲，伊是言语性骚扰。虽然伊伫第一时间有拍影片向这个被害者回信的，并且宣布讲无要参选2024年的立委的选举。不过这个吕志刚佮朴文洲讲，陈柏惟的讲法有2个所在无实在，包括陈柏惟讲吕志刚所在这个工作的场所是伊的选区，其实地点是伫彰化。要影片内底讲，捌甲这个骚扰过的受害者，这个累计的队员嘛伫这个陈柏惟要求下随离开。不过这个吕志刚讲，伊本身退队的时，迄个人还伫球队内底批评陈柏惟的讲法毋是事实。我要因为我的不当言语公私不分，先跟你说一声抱歉。录影片来回释咧，前立委陈柏惟红亚出2020年甲竞选定的吕志刚性骚扰，虽然马上破影片要来指挥，严过。受害吕志刚搁再一遍来朴文洲点出着陈柏惟的讲法有不实的所在。陈柏惟文字说明内底讲着这个工作环境是伫我的身躯，不过其实这个地点伫咧彰化市，搁唔拿这件代志。当时你又遭遇了一样的骚扰情事，我要求那个队员马上离开球队。陈柏惟讲有要求进前甲受害者起交所的垒球队员马上离开球队，不过实际上却伫咧事发的当时，家己来退队，迄个人搁踮伫咧球队内底，更加担任队长兼教练等等之类的角色。这个文章一发出来，陈柏惟马上搁联络吕志刚，表示讲佮会当做啥物来向你表达我的实力，请互我知影。头是压甲真低，不过即摆政坛性骚扰的问题当严重，就惊会影响到选情。正当时吴兴代就马上将关系背甲理一理。别澄清一下，因为还蛮多人来问我的，因为那个新闻报道都是用他穿着激进的外套的照片，可是因为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其实离他退党已经大概4个多月了，我们完全没有重叠到，其实很少互动。他要对自己过去的作为去负责任。他昨天也发出一个声明，但他不是民进党党员。虽然我们跟他都有公司上面的交情，但是他自己的过去、自己的行为，我相信他也有这个肩膀自己承担。陈柏惟已经宣布无要参选2024立委的选举，就惊这件性骚扰的代志闹到无法度收煞，会拍乱选举布局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